推翻佢。民進黨1986年成立，公元2000年14年佢就執政，跟住8年佢瓜柴，係全面崩潰，一敗塗地。台灣人民係值得驕傲㗎，係咪？俾翻一個咩黨啊？俾翻一個曾經喺台灣被認為製造白色恐怖、威權統治40年，然後係蔣經國晚年指導開放政治改革，令到你民進黨可以成為第一個即係喺中華民國土地上面嘅反對黨，中國第一個反對黨，直情係。跟住可以14年後執政，執政政績唔好，有個阿餅搞到烏哩單刀，結果人民用選票葬送咗呢個政權，然後俾一個曾經威權統治嘅政黨敗部復活，國民黨嘅百年老店重新翻身，係咪？所以孫中山泉下有知都會覺得唔係泉下，因為天堂，因為數信耶穌喺天堂有知，佢都會話馬英九孺子可教。呢個中山先生嘅上台，係咪？點解會俾馬英九超高票當選呢個總統？點解台灣人民係咪唔繼續選擇嗰個所謂本土嘅政黨民進黨去執政？即係話台灣已經係一個現代文明嘅社會，嗰一班都係現代文明社會下邊嘅公民，係咪？而家俾國民黨一黨獨大，呢個一黨獨大係人民俾佢。喺國會裏邊，國民黨攞3/4嘅議席，可以修憲，可以罷免總統。總統攞760幾萬票，1300萬人去投票，攞58.4%嘅選票，呢個係國民黨有史以來最高嘅得票。馬英九喺呢個做國民黨主席之後，國民黨經歷咗5場選戰，台灣人年年都有選舉喎，知唔知？係咪？因為佢省呢個市長又選出嚟嘅，縣市長又選出嚟嘅，嗰啲縣市議員又選出嚟嘅，係咪？你鎮長都係選出嚟嘅，係嘛？立法委員又一人一票選出嚟嘅，總統又一人一票選出嚟嘅，所以佢好多選舉嘅，係嘛？馬英九98年打敗咗呢個陳水扁，令到陳水扁冇辦法連任台北市長。陳水扁喺台北市市長任務政績非常之好，打敗咗陳水扁，又益咗陳水扁可以做總統。到呢、公元2002年爭取連任嘅時候，佢又打敗咗民進黨嘅李應元，高票連任呢個台北市市長。做咗國民黨主席之後，第一次嘅立法委員選舉，嗰、個未改制嘅國民黨又贏呢、個，即係泛民又成為呢、個立法院嘅多數黨。05年嘅縣市長選舉，喺呢個馬英九領導底下大勝民進黨，破咗紀錄，令到國民黨成為台灣縣市執政最多嘅一個政黨。民進黨最高紀錄係唔知15個，結果得返6個，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台南嗰幾個縣市，台南縣、台南市、高雄縣、呢個雲林、屏東同埋高雄市。跟住落嚟一次選舉，最近嗰次喺立法委員選舉單一選區2票就係大勝民進黨，跟住總統大選。即係話馬英九係未輸過一次嘅。一次都未輸過，所以佢今次即係得票咁高，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啊！即係我就唔係覺得好奇怪，即係200幾萬，我哋覺得奇怪咧。我哋都估佢贏100幾萬票嘅，即係點都贏到8個到10% 嘅選票，結果佢贏差唔多17%。所以呢個係即係嗰個民主發展係越嚟越成熟。你香港人，真係收檔嘅，俾人笑嘅會。係咪？所以我哋今次官選咧，有民主黨、有公民黨、有前線，有我哋社會民主連線幾個團去。咁啊，我係團長，咁啊，李柱銘啊、劉慧卿啊、黎廣德啊，咁我哋即係每
是去到呢、兩個黨嘅競選總部同埋一啲即係佢哋嘅智庫度參觀嘅時候，拜訪我哋都要講嘢嘅，有咩講啫？係咪？我哋有咩講？係嘛？我哋仲有咩可以講啊？真係唔好意思，再你哋啲選舉好污糟邋遢喎！你有咩講啊？你仲有咩可以講啊？去到呢個地步咧，香港我哋呢啲所謂從政嘅人好慚愧，即係對我嚟講就只有兩個字：慚愧。香港呢啲民主派就話：唉，我哋俾共產黨撳住，邊有得喐咧？係咪？喂，當年民進黨同埋黨外都係俾國民黨撳住喎，真係唔好意思，係嘛？一路拉佢坐監，你冇人拉你坐監喺香港，你係套用台灣人講嘅一句説話，係努力不夠，太舒服喺香港爭取民主，係咪？跟住又話晒，係嘛？有個建制之後又話晒，喂，人哋去坐監你要，係咪？監都唔敢去坐，所以我有一次咪帶佢哋咯。我話我哋寫民調，而家總共有6單官司喺身，有30個人俾人告，你民主黨有幾個官司喺身啊？你都唔敢去俾人告，你都唔敢去死，係咪？我話你死咧，坐監啫嘛，我都幾望阿牛坐監啊，跟住港島區佢咪贏得咯。我哋有咩資格去講人，去批評人啊？我哋只能夠其身不能治，其心向王之。只有羨慕的份。香港個民主發展同台灣民主發展起步嘅時間差唔多。1986年嘅9月，民進黨成立。香港85年開始立法局有功能組別嘅選舉。90年代初，台灣嘅國會全面改選。96年總統直選，李登輝當選。2000年陳水扁，2004年陳水扁，2008年馬英九，4屆直選啦已經。我哋而家講緊係2017啊！人哋90年代就已經全面國會改選，而家就改埋制啊，係咪？由呢個多議席單票制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啦，已經都選完啦，最近嗰次。我哋要到2020年立法會先至有機會全面普選，乜資格去批評嘅大佬？唔好人云亦云咧，做啲大學生係啦，台灣真係又打交國會話呢人哇亂晒龍，咩咁亂咧？我都好唔中意民進黨，我都成日我都反台獨嘅，係咪？咩咁亂啊？台灣最緊要就係嗰個制度經過不斷嘅演練。修正，人民通過選舉，一人一票嘅選舉，佢不斷會成熟，係咪？梗係有問題啦，大佬，點會冇問題啊？你而家奧巴馬同希拉里互揭醜事，咁你都會覺得唔中意㗎。咁啊，最好就好似大陸咁啦，係咪？呢輪選緊兩岸都選緊國家領導人喎，大陸又選緊喎。我現在宣布，胡錦濤同志以2987票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，咁啊大家鼓掌，要得一個候選人，3000個人大代表去選，英文又係叫 president， 人哋嗰邊打餐飽嘅，係咪？先喺港內打，蘇貞昌、游錫堃、謝長廷、呂秀蓮自己打咗半年先，互相攻擊喺電視度，係嘛？到最後謝長廷出事，馬英九冇得睇添啦，跟住兩個再抽，美國嗰個老嘢贏咗啦，共和黨係嘛？阿麥凱恩，剩翻呢兩個，一個女人一個黑人喺度打餐飽。到今年8月，共和呢個民主黨開全國代表大會就決定邊個做候選人，跟住就一係有希拉里就去同呢個71歲嘅老兵抽，一係呢個46歲嘅黑人，好靚仔嘅黑人同呢個麥凱恩抽，呢個就係民主，係嘛？啊，你話呢啲唔啱我哋中意好似溫家寶嗰啲咁樣，一日參選，人一日高票。